國內經濟犯鄭文智佇咧判刑當中起報佔到互人通緝，當初時甲鄭文智解除科技監控的高院合議庭受評法官，但永祥也防執期有違失，移送懲戒。專案經過這懲戒法院審理，認定但永祥有4項違失，今仔日甲判罰薪水1年，大約250萬，專案還閣當上訴。經濟犯鄭文智查準托憑證 TDR 迄日4月被判重刑，因我佇宣判之天已經起步走去海外，到即馬下落不明。當初解除鄭文智科技監控的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陳永祥，忽然發現裁定庭事有幾多項違失，懲戒法院罰1年的薪水250萬。不僅沒有當庭宣誓或製作裁定送達，而且之後不當增補審理單的內容。又指示書記官更改及抽換公務電話記錄，後續辦理相關案號裁定也未督促及時送達，侵害了檢察官的抗告權。陳永祥身為受命法官，用加保2000萬來取代科技監控了，無當庭宣誓，也無製作裁定正本，無甲檢察官講，無擱再延長科技監控，只個那甲結果通知鄭文智，要被逼出了，為了要補救，顛倒佫犯佫較儕項違失，包括無按照法定程序，只是書記官替換公務電話查詢記錄表，佇原本甲檢方對話文字記錄內面，增加一句無可以延長科技監控。合議庭認為陳祥勇嚴重危害檢察官控告權，無注意維護訴訟程序公平，嚴重傷害人民對司法的信賴。因故認為伊願意接受檢討追究責任，所以判罰款。無論是鄭文智、國寶集團的總裁朱國榮，也是3聯集團的負責人齊孝東，不時就重大經濟犯起步走去海外，變作強化邊境管控。警察機關跟海巡機關恐怕要連線，我們要啟動那個自動通報機制，而不是用那個人工啊、光文啊。海巡署沒有拍攝設置安檢所的地方，用無人機來徵收，還有熱顯像。對這個問題，學者講，那些強化邊境的管控，相關單位也要加強聯繫通報的機制，也讓其運用無人機這個科技工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